嘎咕嘎咕呱，嘎咕嘎咕嘎咕呱咕嘎咕，呱呱嘎呱呱咕，嘎咕呱呱呱呱，嘎咕嘎，嘎咕嘎咕，嘎嘎嘎嘎咕嘎嘎咕嘎，嘎咕这咕咕嘎咕这嘎咕嘎咕嘎咕嘎。这都能蒙混过关，看来他们确实领智未开。这下方竟别有洞天，没有高级妖兽的气息，看来运气不错，尽快找到半妖草，速速离开。思雨的消息看来没有错，果然是烈风兽的巢穴。还有半妖草，几十年了，终于